人到中年，唔少男士都會擔心脫髮問題，因為脫髮唔單止令佢哋睇落老啲，仲有可能失去佢哋嘅個人魅力。香港基層醫護基金一項調查，訪問咗300幾位有脫髮問題嘅香港男士，了解脫髮對佢哋造成嘅影響。調查發現，80%人擔心脫髮之後顯得蒼老。約70%人自尊受損，又覺得自己嘅吸引力大減。近半人更加認為脫髮之後比較難揾工，對評核、升遷都有負面影響。另外，原來脫髮對佢哋嘅感情生活都有負面影響。一半人認為自己較難認識心儀對象，近70%人表示連伴侶都表明關注佢哋嘅脫髮問題，所以佢哋會想盡辦法去遮掩禿頭，好似戴帽、留鬚、戴假髮等等。又會花費大量嘅金錢去生髮中心試用偏方、古方，但真正去求醫嘅患者只有7%。所以男士咧對佢嘅頭髮同埋另外譬如有時有啲男士有啲香港腳咧，佢哋都可能覺得好尷尬，所以就唔敢就去即係講俾人聽，或者去揾方法。坊間其他譬如啲護髮中心，另外嗰啲頭髮嗰啲洗頭水吹噓得咁緊要咧，咁其實一定唔多唔少咧，就會將嗰個視線同埋嗰個目光轉移咗喺嗰啲又快又覺得好似一定有效嘅方法，跟住咧就用啲特別嘅方法，譬如我哋有一個就用啲咧就用照燈嘅方法。嗱，佢照燈嘅方法咧，就照完之後咧，最慘嘅部分尤其是呢啲係男士病人嚟噶嘛，嗰啲油脂線就越嚟越多。照完燈之後咧，就生啲頭瘡，嗰啲頭瘡咧就會傷及到有啲嚴重啲傷及個毛囊。咁個毛囊咧，結果咧個頭瘡好翻之後，個毛囊就變咗突啦，個毛囊枯死咗咧，嗰度就調翻轉咧，就真真正正冇咗啲頭髮。醫生解釋，本港男士脫髮嘅主要成因係雄性型脫髮。當男性荷爾蒙睾丸睾酮增加，就會產生一種簡稱 DHT 嘅荷爾蒙二氫睾酮，令頭髮變得脆弱，容易折斷，引致毛囊逐漸萎縮，慢慢形成脫髮。遺傳係主要嘅風險因素，而病情可以分為1至7期，越後期脫髮情況越嚴重。基本上由第1期去到第7期呢個速度係其實因人而異嘅，即係每一個人佢個頭髮脫髮咧，由第1期伸延到第7期咧，個速度都唔同嘅。因為我哋睇每一個個案都係一個獨立嘅個案，即係好難會有一個時間表話到俾你聽。你由第1期嘅話咧，你預計大概4、5年就會去到第7期。不過有一樣嘢可以根據就話，如果家族入邊有歷史，佢爸爸或者佢嘅一啲嘅年紀比較大嘅男性嘅話咧，其實可以用佢哋作為一個 reference。即係譬如，所以爸爸30歲開始有呢個現象嘅話咧，其實可以作為一個 referencing point， 即係話佢可能都係 around 嗰個時間，即係會開始踏入呢個情況。要治療脫髮，必須喺較早時期介入。而家證實有效嘅方法包括口服嘅抗雄激素藥物非那茲胺，仲有外塗藥物同植髮3種。其中非那茲胺可以降低頭皮裏邊嘅雄性荷爾蒙 DHT 含量，令頭皮慢慢再生出幼小嘅新髮。大概3至6個月啦，啲頭髮咧就會起碼咧就會停止咗脫落咗。咁咧就有大部分男人會同你講到咧，就係話我啲頭髮甩少咗。另外觀察到咧，佢剩翻啲頭髮好似比其他啲更加比以往啲更加強壯啲同埋粗啲嘅。有時醫生會混合其他嘅方法，好似外塗藥物或者植髮，令患者嘅頭髮睇起嚟更加濃密。咁植髮手術亦都係一個情況，就係話我哋已經冇毛囊嘅地方，就算你搽啲咩或者食啲咩，都唔會有新嘅頭髮長出嚟。咁我哋就喺後枕嘅地方攞啲係唔受 DHT 影響嘅毛囊，將佢植入去一啲已經稀疏或者光禿嘅位置，去填補翻之前應該有頭髮地方，我哋俾翻多少少頭髮落去。另外，患者亦都應該保持良好嘅生活習慣，同採取適當嘅護髮之道。其他真係要飲食配合噶啦，譬如減飲擇食啊，呢一定唔好啦嚇，煙酒就一定唔好噶啦，見好多都係。好多時嚟講，譬如我哋搽 gel， 咁譬如搽完 gel 之後咧，其實可以搽 gel，但係之後個頭髮清潔都要好緊要，因為你要明白一樣嘢 ，gel 佢本身係黏貼性嘅嘢，其實你要用 gel 就係因為你想要有個 hair styling， 咁但係佢黏頭髮嘅同時亦都係其實都會黏到好多污糟，或者係空氣中好多對頭髮會有害嘅一啲嘅物質，咁所以變咗嚟講，其實你將落嚟係可以，咁但係問題話每日嘅頭髮嘅清潔都要做足咯。